埋片。好，今日又有樓睇啦，一入屋見到正方形大廳嘅，咁我哋先睇個廚房。好，呢邊可以擺雪櫃，爐頭呢邊，星盆呢邊。睇翻個廳呢邊可以擺飯台，嗰邊梳化，電視呢度，咁都係飯廳算分明嘅。浴室呢，洗衣機擺埋呢度噶啦。咁啊，第一間房雙人床加衣櫃冇問題，第二間房都係噶。咁啊，睇下景觀係點樣嘅。哇，都算開揚喎，高層添喎。咁啊，介紹翻啦，呢盤叫長發大廈，樓齡呢就48年，1978年入伙嘅。佢高樓層呢係23樓，合共有136個單位。呢個單位面積係334尺。交通方面呢，步行4分鐘呢就到油麻地地鐵站，步行8分鐘呢就到奧海城嗰邊噶啦，非常方便喎。上車唔只係一個決定，仲係一個漂泊嘅休止符。呢度係長發大廈，有興趣話知道帶你去睇。